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交通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航空，航空，飛行，飛行，接載，接載，接送，接送，貨運，貨運，載客，載客，運輸，運輸，行駛，行駛，到達，到達，入口，入口，出口，出口，標誌，標誌，目的地，目的地，路線，路線，公共，公共，工具，工具，車輛，車輛，巴士，巴士，小巴，小巴，旅遊巴士，旅遊巴士，復康巴士，復康巴士，校車，校車，救護車，救護車，消防車，消防車，警車，警車，貨車，貨車，貨櫃車，貨櫃車，電車，電車，電單車，電單車，的士，的士，火車，火車，地鐵，地鐵，輕鐵，輕鐵，汽車，汽車，私家車，私家車，輪船，輪船，渡海小輪，渡海小輪，飛機，飛機，設施，設施，啟用，啟用，交通燈，交通燈，道路，道路，馬路，馬路，天橋，隧道，
隧道，行人路，行人路，斑馬線，斑馬線，街道，街道，停車場，停車場，車站，車站，碼頭，碼頭，海底隧道，海底隧道，機場，機場，鐵路，鐵路，行人，行人，司機，司機，乘客，乘客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